租用人有充分理由如因受傷或身體不適等而未能用場，而同時能夠提供醫生證明書，可透過系統提交電子退款申請。月票退款申請須於取消月票或月票到期日後嘅30日內提出。如要查閱月票資料，可撳我的記錄。撳月票。揀類型，撳公眾游泳池。撳已預期或者取消的月票。可以查閱到已經預期或者取消嘅月票記錄。撳查看月票。查閱月票詳情，請務必要記低預訂參考編號，用作稍後退款申請之用。返回到主頁。撳我的記錄。喺其他記錄下面，撳預訂的特別要求。撳退款申請。揀類型，撳月票。輸入預訂參考編號。揀需要退款嘅日數。揀日期後，系統會自動顯示可獲退款的日數。揀提交分區。揀退款原因。上傳證明文件。可以揀從設備選取或拍照去上傳證明文件。上載成功。閱讀並同意聲明。撳確認。申請已提交。撳儲存此頁面以供參考。